曾經深圳峽搶破頭連夜排隊都要上車嘅樓盤，1萬幾蚊灑水買菜咁樣買，成個大亞灣一至南山就得2個片區睇得，一個係龍光城，一個係卓越。今日帶大家睇呢套呢係卓越對面嘅嚇，呢個位置到深圳沙田站地鐵站都非常方便，門口西湖出行呢直達深圳口岸，對面呢就係卓越嘅蔚藍天地，有20幾萬方嘅成熟商業。呢套呢係93平嘅大三房，業主報價呢係66.6萬，低樓層冇花園嘅，樓坑改呢都係非常闊，睇起身好舒服，好安靜。成套房呢咩都好，就係公共嘅洗手間呢度有個小問題嚇，佢個窗呢係對住個廚房嘅，其他嘅呢全部都係 OK。呢個價單呢買到呢個地段嘅配套，攞嚟出租呢都係非常好租嘅，租金呢都可以抵咗月供嘅喎，真係非常抵。我係阿斌，惠州想睇咩樓話我知。